一開閘嘅時候見到呢個神威金剛星姑勁明喺外檔，跟住呢就有埋能嘅草原之星，然後中檔有天王搶出嚟嘅，最後多少見到有心心啦，然後先至係財來四方有性格亦都跟得相當前嘅位置，跟住有魚蝦王最後多少有外檔星姑勁明留翻後邊少少，跟住有家軍寶百萬神駒篤天獨厚然後就係馬英雄都留到尾3個位置，然後就係永順景喺尾二包尾就電之星嘅，跑咗大約400-500米嘅路程而家見到3隻馬並排嘅貼欄有草原之星就係跟住有天王然後亦都有呢個心心喺外檔留都留唔住啦，咁跟住第4位嘅就係見到魚蝦王，然後有性格接住第5，跟住財來四方拍住佢，然後就有呢個星姑勁明喺外檔上翻啲，跟住有呢個得天獨厚神威金剛，然後家軍寶跟住有百萬神駒馬英雄然後就係永順景包尾依然係電之星嘅，跑完對面直路咁滯噶啦，呢個心心仲係扯放車頭，先有半個馬位天王已經咬住第2位噶啦，跟住有草原之星，然後星姑勁明逐漸推進到第4位，最後多少呢？先至見到有呢個有性格啦，然後財來四方魚蝦王，跟住有神威金剛最後啲得天獨厚然後就家軍寶百萬神駒馬英雄包尾依然係永順景同埋電之星一對唔夠馬，去到轉彎中間嘅時候見到天王衝上嚟，已經係拍住呢個心心鬥緊噶啦，跟住就係有呢個係星姑勁明有性格亦都跟住上噶啦。最後多少馬先見到魚蝦王嘅財來四方草原之星咁樣噶啦，一轉入直路嘅時候，天王有少少斜出嚟，呃咗啲嘢有性格出去嘅，跟住呢就係有呢個星姑勁明然後就有呢個魚蝦王外檔亦都有成紮馬發緊力嘅電之星殺跟上嚟跟住有永順景咁樣噶，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見到有性格閃少少嘅電之星幾個節目衝上嚟挑戰呢有性格嘅，跟住就係有呢個馬英雄喺埋欄上緊嚟嘅，去到最後200米咁滯有性格仲係佔少少嘅，而家電之星係力追跟住馬英雄咁樣嘅，終點在望嘅時候有性格一路頂住呢個電之星少少嘅，電之星越追越靠有性格一路頂到個世界，最後個終點嘅時候，第1名係有性格，第2名電之星，第3名係馬英雄。高東尼呢，今次不減怠慢，一早已經係守住有利嘅位置，轉翻雖然俾天王揈咗出去中段，但係仍然展開強勁嘅衝刺。電之星留前鬥後末段逢馬過馬衝上嚟威脅呢隻有性格嘅，去到最後100零米嘅時候，高東尼呢，一立韁繩，大力咁騎落去，一路頂住呢隻電之星，電之星冇法子追越雷池半步。馬英雄留得亦都相當靚嘅位置，末段沿欄上嚟跑翻個第3個終點，第1名就係有性格，第2名係電之星，第3名呢就係馬英雄。永順景跑翻個第4嘅啫，家軍寶係第5噶。電視機上面顯示嘅名次，第1名係9號有性格，第2名就係4號電之星，第3名係10號嘅馬英雄，第4名就係13號嘅永順景。9搭4嘅連贏位係派98個半，第1名9號有性格獨贏派22蚊，位置派13蚊，第2名係4號嘅電之星。位置派23個半，第3名係10號嘅馬英雄，位置派31個半，第4名係13號嘅永順景。